即屆這中年油品去檢調苯邊比超過標準，即馬各地方政府也來展開調查。佇個高雄呢是來公布第3站使用這問題油的20間業者。行政院長卓榮泰伊也擱再強調講，一個查到問題油，就要隨要求業者落價回收。問題油的風波繼續在傳，高雄市府繼續稽查1222間相關的通路，嘛公布第3站使用問題油品的店家、餐飲，也有加工業者20間，市府已經禁止業者使用，嘛要求賣場愛落價，嘛公告退換貨代誌，一直到初7為止，已經回收有問題油品3551.7粒。只要確定使用到問題油的加工食品就下架。衛生局已全面展開清查，釐清第3層級以下相關業者使用狀況，確保問題油品不讓市民吃下肚。行政院長卓榮泰初背一透早，擱一概宣示政府解決問題油的決心。關於實戰的問題，我昨天說過，沒有一個政府不會去積極的處理。我們只要查到，我們就會來公布，只要有問題就下架。這個去問題油品掃掉的，包括享食天堂碗霸店，也個賣食品原料的王來興、明德豆瓣醬都在內。啊，若賣場講，因為頂懸的廠商提供有問題油品，民眾只要提發票，就會使來退費，無日期的限制。像我們家做生意，我們都會問啊，所以問也都還好，因為用的都不是他們家的，然後甚至也不是用大豆類的東西，因為可能之前的豬油的東西吧，可能大家都會有另外一個警惕，所以可能都會去用好一點的。另外，聯華食品台港的超商食品，包括林聰明雞肉飯圓、富航豆奶經典飯圓等等的品項，攏調查。對着這件代誌，林聰明刷過魚頭揣八回，講因每一間門市用的原料，也個油品用的供應鏈攏無同，請消費者放心。那在7-11的通路上呢，目前我們得知，這個飯糰有涉及到使用這個不當的油品。那跟我們本店門市所使用的這個所有的販售油呢，是不同的供應鏈。對着政府追查問題油的速度，雖然民眾是真肯定，啊，不過是安政策的檢討，嘛是愛繼續進行，民眾才會當食了安心。記者綜合報道。